Drink Gordon 帶你去 KL Cocktail Week 2026玩 ，Let's go！ 先嚟到星期六舉行嘅 Festival Village， 現場有20幾檔賣 cocktail， 分別由吉隆坡同檳城20幾家吧主理。我真係好耐冇喺香港見過咁大場面啦！由清涼沙冰到分子 cocktail，classic 到大龍鳳打卡 cocktail， 我覺得最好飲係呢杯喎，因為係我沖㗎，哈哈哈！其實呢杯係當地 top 酒吧 Free Exco 佢哋嘅 bartender 教我整嘅呢杯抹茶 cocktail， 得到泰國 KOL Drinking Patty 認證，現場氣氛超熱鬧，好多遊戲玩，同埋真係好易識到好多朋友，真係後悔咁早嚟，因為越夜越精彩，只怪自己酒量差捱唔到。當然話實叫 Cocktail Week 唔係淨係一日，成個星期都係 KL 唔同地區有活動，外國酒吧嚟 get shift 一場接一場，由東南亞到中日韓近30間酒吧，除咗帶 cocktail 過嚟，仲有佢哋嘅渾身解數。呢場喺泳池邊超有 feel， 呢場有放火又玩泡泡，搞到我都招架唔住。佢哋同時每晚都有舉行 cocktail pairing dinner， 由唔同酒吧特製 cocktail 搭配 fine dining。想講呢餐由吉隆坡最高排名酒吧 Penrose 調酒，搭配米芝蓮一星 Terra Dining， 嘢食連酒一個人1000蚊港紙都唔使，真係抵到。如果你都中意 party 或者 cocktail， 下年約定你 KL Cocktail Week 見。